题，因为你下做事啊，大家全部公司都会用嘅 Line。其實我們還有幾隻置頂嘅功能，啲而家都有用冇？那全部平常是用 Line 係用做事？做事聽聽，因為大家都用咩？其實還有個置頂嘅功能，就係攞個信息變個清檔背，嗌個置頂歸落嚟，全部都係做事。全部都係置頂嘛？但係我就講，人家置頂都唔從置頂呢，一個置頂都很清廉，變成置底了呢。有上是置頂，係因為你要懂到什麼嘅朋友啊，你夢想嘅本人朋友看到，故說你就總到置頂。置頂搶油，嗌個朋友聽聽。那還有一個問題，就是有上司佢個名嘅啊，我留佢個相片啊丟唔起來，有啲人啊，吼人係人哦，地佢係馬上人啊，啊名嘅強用，啊唔過吼，就沒有一啲像古嘅啦，做標咩？ KU， 我前度。酷叫，係咪叫嘅啦？叫嘅啦。哦，真嘅。所以應該社群嘅每個 any 那邊嘅群體都去潛幾張錢度，因為你要用乜嘅名去潛幾。不是阿如果平常是用 Line 噶哈，你不會吃到用到懂聽，因為都做些東西。做事以外，我想要歇困嘅時間啊，都冇想要開機，通過嘅 Line 啊，就想要。數據嘅題。心zel你知道嗎？真嘅冇動心之後呢，就說乜嘅條路嘅事情啊，又冇做好，係乜嘅意思？其實我親好用嘅就係 IG，還有看嘅文章就看吹，還有 Dcard，等到問題都得對個 Dcard 程度，還有樣片就看嘅 TikTok 啊、小紅書啊、IG 咩有條嘅樣片，就得不用損嘅時間，唔是用頭腦嘅時間。其中唔講冇講 Facebook 嘅。係啊，你想要區隔佢嘅免費，唔係條條區隔，係真嘅冇強用。好，繼續啊。係真嘅冇強用，然後你冇強，哎，真嘅啦。因為它 IG 發文啊，就說的標記直接就是 Facebook 也可以同步發，就唔是貼喺到嘅 Facebook 去。哦，有沒有知道？你今年知道嗎？因為佢這個圈係 Meta，所以做在聯動，知道嗎？講唔做就去報名嘅沙期太好，我搞完用版試用，多嘞啦。阿邊老人講，我哋下用 Facebook 就一隻功能，本我嘅親戚朋友啲眼閒菜。謝謝。我去講我朋友啊，親老愛嘅幾件事情啦，吼，第一件係乜嘅呢？就係吼我翕相啊，大家做定啊，睇出去啲我奈去搞了啊，又係那片老朋友共下翕相嘅時間呢，我只會看自家有好看冇，面有長冇，有胖冇，斯文冇，嘅朋友按呢，我真唔關機，全部呢就傳到嘅唔個面組蛋糕啊，一 IG 蛋糕，沖涼下表機器，表機器，所以下面就按呢，嗰個我唔當係真係當獎按呢，而家就做得當。唔過你後邊我哋嘅朋友呢，全部就大家都約定好嘅。以後呢，我上傳一條相片之前呢，大家就會確定過，哦，唔做得冇，唔做得冇，唔做得冇，全部確認完呢，真做得上傳。還有另外就會加入更多當到嘅種Line啊，當到嘅種通訊軟體啊，嗬。跟住加上呢，我做到嘅通地嘅功能關係。就講意思乜嘅呢？你打電話俾我，也係講係 Line 我唔會跳出來，我唔會先行到，我數唔到。然後用版呢係要使用人軟體打開來嘅時間，我怎麼接到電話，也係講會看到嘅通知出來。跟住平時講啊，跟人家嘅地步就係乜嘅呢？你就會留言板功能聽聽啊，那就會先下到地步，好等閒人心情好嘅當來看。嗰種我朋友就當堂嘅一件事情，有可能佢見唔下，有可能強一張看到，因為我就冇去看見，我就唔會看到，因為我至少隨時跳出來，你做一飛機啊接電話，說多麻煩的事情。有想講意思，那 BB Cos 做得嚟，別都在呢。BB Cos 係乜嘅唔掂呢？你這樣子，不過真嘅信息聽唔到㗎哈，真嘅當上來做老幾強樣嘅事情，然後嘅信息全部來管得起。因為有時候見跳出來㗎，他們就當6年咧。不過佢用嘅方法，然後牙破頭髮用天花嘅方法強樣，以前冇行通天花嘛，剛開始有㗎哈，牙把就買一支本牙破，結果佢去市場吼，而打天花本牙把㗎哈，佢就會開機。當到呢個牙關機。大退天花，佢就管的，就接台了。你講某天係嘛？上天，有上天，佢叫牙把，然後大天花冇人講，哎，媽，你下東那邊請唔到。
哎，你就用牙婆，你躺起嚟衝氣嚇，即係要叫一錢現爭要係咪？就按呢，不過後先頭擺嘛，要本應講過，應該先做一場合唔好哦，第行為。頭擺啲喊啲嗰種 Facebook 嘅世界啦，嗰時係我喺後生嘅世界是圖團嘛，啊想講圖團係當好嘅事情，所以我問誒啲嘅 Facebook 當個分享了解應該嘅生活樂趣或者說生活記錄，所以讓了解一些相片表上去啊，然後然後講應該了解圖嘛個學校啊嘛，圖嘛公司啊咁樣，咁個後來又用讓我講啲講，誒你咁樣唔係講當好，因為哦你係嘅唔係單純使用你是家庭，你還有朋友，咁你冇門個朋友，你是要給相片表上去，可能有肖像權的問題。還有一個很重要嘅是講，就是你到了解公司，冇係了解學校表上嘅時間，你未強用到了解公司喺學校嘅形式，本大家知道咧，可能行擺會難見。你行啥咪當去搶了解公司，冇搶了解學校。他付給名單。係，所以按佢讓佢講聽，佢咁樣有利啦，按佢咪係動錯嘅事情，還有咧是常下少掉兩種文種嘅，主觀佢想講，你再講啦，表上去。係啊，你做表啊，你做表啊，做啱時讓佢表出去。真係唱有咗有，就按嚟我表起架聲音嘅幼稚園嘅相片，幼稚園嘅相片啊。順豐嘅同學全部就係吊菜啦、燒麵啦、甜甜圈啦，就南瓜。你下嘅爸爸媽媽超會按用。希望做運作，是為撈佢賺起來。我豆腐切架聲嘅咧。我有看過有人打馬賽克的，全部就馬賽克，就可拉冇馬賽克，懂乖呢嗰種相片。唔過我知道認真係讀到算係渣男。就是渣男，對你打都好。佢潛動到客家嘅社會，都全強用嘅。咁而門係咪係 DJ 都係社會啊？係唔掂啊！冇當希望，順利啦，大家都熟。專業嚟講，錄影嘅時候是，我知道做啲指甲掃體。哦，風掃體。咁而冇演技，就唔會走個純。哦，聽認真咧，聽認真。哦，唔過我知道唱愛用嘅時候是，我會數到唱 line，line 有動到係動醬啊，頭唱動醬嘅社會，我就知道哇，有幾飛咧。唔過，有上次記得我們嘅第一個問題都係強用，就係你係，都在將來前嘛。你係乜啥？根本我係乜啥？哦。你用俾捱要記嘅來，唔過係記假嘅捱來啊，係，嗰種捱就啲係詐騙啦。啊捱就會按記講，捱係你男朋友。你嘅小心吧。你才是真的渣男吧？洪總愛用body to。其實認真係唔係記全本呢？故說其實我對我來講，我真係不折不扣的打電話派。因為有當到事情啊，只要打，有當到當衝一個事情，係複雜嘅事情啊。我忙講，睇佢做乜冇人下一陣問題，跟下做忙講清楚，我做當機啦。學佢後來人家有太教講，我用那語音辨識咩？跟語音辨識咁咩因麻煩，講啊有上時嘅字咩寫唔錯，還有充電係乜嘅呢？哦，譬如說我現在逗號，好我同我是乜嘅句號，還要加逗號句號，很麻煩啊。就會講好的。驚嘆號！故說啊，意思是講，啊你咩懂麻煩，後來呢，我們用錄音，可是錄音的時間因為沒有互動咩，哈，他只知道我準備好了，他只會唱家認真講誒，青島那種人呢，就會講，好，我知道哈，誒，調個叫下依個片好誒，就硬講，就冇充電我講唔出來。後面咱用版呢，我知道我朋友講，你還有還冇？不過1分鐘，不過2分鐘，我天天講法，你看出啲，那2-3分鐘就攞充電全部講槍，一下事情嘛個咧就結咧。因為我天做啲，我一冇，我一冇，直接有抓到。嗰種係當機俾人啊，一下天發出來，真勁。因為講法可能1分鐘做得180字，大家可能只有18字。有上太上歌，要拍大家歌。